边一点。哦，右边。对。哎，不是靠左边。对，看起来。对什么？往后面。好，应该是中去了。哎，你来，你要关声音啊？哦，对，好。对啊。可以调。好，我们是不是跟是很奇怪的那种？是这种吗？对啊，这个。在后啊。对，还可以啊。20张。先转到。可以了吗？可以的。出去了哦。那我。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约书亚20到22。20章到22章，我们先同心祷告。好了，父神，我们谢谢。我们聚集在一起来亲近你的话语，在这个周末开始的夜晚，我们求你亲自的指教，让这个几千年前的文字，仍然对我们现在说话，仍然对我们有利益、有益处、有帮助。以下的时间你来带领，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豪城，前面13到19，13到19等于是记载以色列人分地，而且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约书亚他已经年纪大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的部分是主要的战事，主要的战争，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东过到河西，在吉甲作为一个他们的主要的据点，然后等于是整个迦南地的中部，从中部开始攻进去。请记得虽然他们从埃及出来，在旷野绕了40，他们不是从迦南地的南边往上打，他们是从中部。先从中部先攻下耶利哥城，那虽然不是一个大城，可是却是一个很重要、南北贯通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攻下耶利哥城、爱城，说什么？我忘记说。好，反正中部攻下来以后，再打南部，然后再打到北部。那基本上这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在攻打迦南的重要的战役。可是呢，我们上个礼拜13到19节讲到13到19章讲到的就是，因为约书亚已经年迈，然后就直接先分地了。那以色列人所分之地，并不代表他们分到的各支派分到地里面的这些迦南人都已经赶走，没有。他们的概念就是约书亚跟他们讲说，我地先分好，先照耶和华的安排，筹钱先分好了，然后呢，各支派呢自己去驱赶他们所分的地里面的迦南人。这个是上一次我们上礼拜讲13章到第19章里面讲大概的概念。那所以说，基本上如果这样子来处理，基本上就已经约书亚记的主要的记载就已经算结束了。很多人认为说，接下来这几章20、21、22、23、24是算是附录，可是事实上你也不用附录的概念去看。反正是多记载一些细节的东西，像第20章，短短的1到9节，20章短短1到9节，就记载逃城这个事件。逃城不是只有在那个约书亚记才出现，其他那个很重要的记载在那个民数记也有，申命记也有主要是民数记35章，对，详细的记载逃城。那这里
约书亚记20章1到9节就提到逃城的事情，逃城，就我自己没有讲。这里分成1到6，大概解释一下为什么有逃城，然后后面7到9就告诉你说，逃城设立在哪里？那逃城的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也是一样，是2个字，城邑，它是一个城。那逃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就是避难所的意思，收容或是避难所的意思。所以逃城是指避难的城邑，它逃可以逃出 from 谁的手？报血仇者的追杀，什么意思？如果看旧约的记载，创世纪开始就有，出埃及记会更清楚。创世纪的记载是基本上是，你看我第2页的讲义，基本上都是以命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还真的像小朋友，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这是力求公平哦。所以你伤我的眼，我伤你的眼。那甚至到最严重，你杀我的命，那就会这个被杀的人的男性亲属有为他报仇的义务跟权利，那他们就是所谓的报喜仇者。所以蓄意杀人的情况下，就一定要用命来偿还。那可是逃城的设立是什么意思？逃城的设立就是在特别在处理那些误杀或是意外，不是蓄意杀人的情况。那其实这是讲概念，就是说 case by case 的情况下，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误杀？你怎么判定他是意外？这个得要司法官在众人面前要做出评判。所以其实这第1章到第7节，第1节到第7节有大概讲到这种概念。我们看他的经文，他说：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所以这个东西，逃城不是在约书亚时代才有，摩西的时候，他在约旦河以东就已经有设立。我再讲一次所谓的迦南地的上帝所应许他们之地，指的是约旦河以西的那一大片，才是原本上帝在创世纪说要给亚伯兰子孙的那一块地。约旦河以东的这一片其实没有，其实不是。可是就是记不记得那迦德半个马拿西跟什么？我忘记。流便，他们这3个支派呢，2个半支派祈求希望能够留在约旦河东边。然后呢，他们答应派勇士，战争的勇士，随着他的同胞其他9个支派干过约旦河到西边去打仗，去攻占迦南地。所以基本上他们这2个支派干就已经先分好他们在约旦河以东的地方。那这个逃城呢的设立是包括约旦河以西跟以东的。好，那这边讲第3节，那无心而误杀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在那种蓄意谋杀的受害者的男性亲属，他们有权利直接去杀掉那个凶手，他们被称为报血仇者。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刻意这律法，犹太人律法刻意把那个杀人的事件分成蓄意谋杀跟误杀或是意外致死的这种情况，然后对误杀或是意外致死，就是你并不是蓄意杀人的这种肇事者，比较宽容的对待。
所以他们是这种情况，他们是可以逃的，他们可以跑去哪里？跑去逃城啊。然后逃城的长老这边就讲哈，那杀人的逃到这些城的一座，站在城门口。OK， 这里他们规定了，你不能直接就先进去，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好，这个时候重点来了啊，这是他看这个逃城是怎么 work。若是报血仇的追了来，好，他已经逃到逃城了，那个杀人犯逃到逃城。那现在报血仇者，照原本创世纪出埃及记他们的记载，他们是有权利直接来杀掉这个凶手，他们就追来了。这里就有规定，长老不可将那个凶手交给那个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这个是先假设他是不是蓄意谋杀的情况下，然后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这里讲的非常的简洁，我说过了，在民数记35章有比较清楚细节的描述，我们有空可以回去看民数记第35章，讲解整个逃城怎么 work。好，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人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的逃出来那城。他是很简单讲一下逃城的怎么做法。如果我们看圣经旧约其他的记载，就可以大概拼凑出一个比较清楚的图像。好，大概来讲一下，就是这个是误杀者或是非蓄意致人于死的这个凶手，他可以逃。其实在逃城之前的概念，这个东西已经有了，就是旧约有规定，如果你是误杀的，你是杀人误杀的，其实你跑去祭坛，坐在那祭坛的脚，那是可以给你庇护的。人家不可以杀你，那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紧急的一个救援的动作。你只要抓住祭坛的脚，可是你要知道，那个以色列人的辖地那么大，祭坛只有一个，你要去抓祭坛的脚，你根本来不及，好不好？你可能还要坐高铁108000里，然后才能去找到祭坛，所以。设立逃城，而且如果你看我那个图设立逃城它是很均匀的分配整个中北中南东岸跟西岸都有，北一大河东岸西岸都有。它是要让人不用跑太远，你就近可以跑去逃城。那可能他的做法是什么？这个凶手跑到逃城，像这里写的，在城门口。他要先把事情讲给这些长老听，那他们长老就接纳他进来以后，就等嘛，等要杀他的人呢，杀他人有别的说法嘛？这些报血仇者来，然后呢，他们得要做公开的审判，在众人面前审判，听双方的讲法。那到底是蓄意谋杀还是误杀？其实，在民数记35章有写出一些大概怎么 work 的看法。比如说你是被铁器所杀，你是被这种就是蓄意谋杀。那如果什么情况呢？就比较可能是误杀或是意外。好，反正这需要看审判的。如果判定不是谋杀，不是蓄意的，那这些报血仇者就不能动这个凶手，他们必须要离开，而这个凶手可以住在逃城，可是有规定的哦。你住在逃城呢，你如果人在逃城里面，你就受到保护。可是如果你呢跑出去，你离开逃城，那些报血仇者是可以把你杀掉。所以你即便是误杀，但不代表你是没有责任。你还是等于是要受到一个程度的监禁，一个程度的拘禁。所以逃城是你可以自由活动的地方，可是你一旦离开那个城，你只要离开了城，然后被这个报血仇者的人遇见，他们是可以把你杀掉。所以这些误杀的人，或是说
意外致人于死的人，我在想，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出车祸，那个致人于死，这种不是蓄意的谋杀的这一些凶手，他们是可以住在逃城，那是一辈子的事情。他只要一辈子待在逃城，就不会被杀。可是呢，你如果自己想去吃个宵夜，想去哪里逛逛，你只要离开逃城，然后被这些报血仇者的人寻见、抓到、遇见，他们是可以把你杀掉，合法，这是合法的。那这里还有规定，然后等到大祭司死了，那个时代的大祭司死了，就有特色，就可以回去了。所以这个跟我们现在的想法差不多。我们现在是总统有特色嘛，对？特色好，然后就这个凶手他就不用一直待在逃城了，他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且呢，不能被这些报仇的人杀掉。这是逃城的概念。基本上这个是很人性的规定，就是虽然按照律法的规定，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个是很公平的规定。虽然这是一个原则一般的规定，可是他又把杀人这个情况下分成蓄意谋杀跟误杀或是意外致死。所以10诫的第6诫不可杀人，事实上如果用英文来讲，比较不要翻成 You shall not kill， 不大适合翻成 You shall not kill， 因为那个 kill 的概念分不出它是凶杀、谋杀还是误杀，所以翻成 You shall not murder 就会比较清楚那个第6诫的含义是什么。它并没有去涵盖到说这种误杀或是意外致死。好，那所以他们就规定了这个逃城的，做了一个逃城的规定。我刚刚1到6节是逃城大概的一些概念。我说了，如果你去翻阅民数记的35章，民数记35章会有更清晰的、比较清楚，介绍逃城怎么 work， 是怎么 work， 从16节到29节，它有比较详尽的记载。不过它大概的概念就这样子：你不是蓄意谋杀的，不可以直接杀他报仇。他是有权利可以逃城。不过刘姐我们要知道，他不逃那就是他的事情，他不逃，那个报血仇者是可以把他抓到杀掉的，他是有权利逃，他选择不逃而被杀，那个都合法。所以他有权利逃的话，他可以逃去逃城寻求庇护。那规定就是，你一旦去逃城，你得一辈子待在逃城，你不能出来，也不是不能，你出来就是你出来就是放弃保护的意思，你出来被遇到了被杀掉了，那就没话讲。那一直要待在逃城，待到什么时候？待到大祭司，如果刚刚好大祭司去世，换新的祭司了那就会有特色，他就可以离开逃城，回到自己这边写本城本家，就可以回去了，而且不用受罚人家不可以杀掉他。好，所以第7节到第8节就提到说，那以色列选哪里是逃城？以色列人在拿伯他利山地、加利利的基比斯，在以法莲山地的示剑，在犹大山地的基列巴，就是希伯伦。这个是由约旦河以西，就是迦南地的时候定了3个地方，北中南各有一个逃城。我说过了，这种规定就是要让逃城平均分布在迦南地里面，不会让你跑太远还没跑到逃城先累死。好，那约旦河以东呢？就第8节讲约旦河以东，从便女的支派中，旷野的平原设立以西，然后迦得那边设立拉莫，
然后马拿西半个支派中设立的是哥兰，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他们支派。哦，注意看这里，注意看这里，这很重要。他说这个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诚意，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在那里，不死在报血仇人的手里。所以去思考一下，这个法外之恩啊，就是说，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逃城寻求庇护的这一个规定，不是只有以色列人享受得到的啊，就是说，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邦人，也是一视同仁的，可以享受这个恩典，courtesy 这个恩典。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规定是蛮人性的，而且没有排除外邦人，没有排除外邦人，只要是以色列人那个群体，那个生命共同体，不管你是不是12支派的人，都可以享受到那个逃城的这个的规定可以在那边庇护的规定。这是21章。这是20章，短短的1到9节。我这个第2页给你们个图，分别把这个六个逃城标示出来。然后很有趣的就是，如果我们去交叉去看，会发现这6个逃城其实都不是那个交通要地呀，那种很那个的，像西边的都在山地，东边的都在旷野。为什么？因为他要让那个，他要提高那个保护性，提高那个保护的力，要让那个报血仇者的追杀更困难。就是要提高那个逃城的保护性，它不是设立在那种，比如说，选台北市逃城，太容易进来了吧？那太方便进来了，搞不好进来暗杀都可以。他选的就是比较在山地、在旷野，等于是提高那个逃城的庇护性，提高它的保护能力。然后呢，这个逃城如果后来学者去看，都刚好跟利未人分的诚意有关系。那这样就要提到利未人分的城我们知道13到19章在讲说分迦南地的时候，12个支派有没有利未？有没有算利未进去？没有我们说过了，利未人虽然是雅各的老三12个支派之一，可是这12支派没有算12个儿子之一。可这12支派里面没有算利未，利未这个支派被特别拉出来，分别为圣，在服侍会幕后来的圣殿，这一群人是利未，利未人很重要。那这样12个取掉一个支派，就变成11个，对不对？12就变11。可是呢，怎么又变成12呢？就是约瑟那个支派一分为2。约瑟的2个儿子，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这2个儿子呢，被雅各祝福，然后把他们的地位从侄子的地位升等到跟他们的叔叔、跟他们的伯伯是同地位，叔伯是同一个地位所以约瑟一个支派就变2个支派以法莲跟马拿西2个支派。所以又回到变成数目上是12个支派，所以12支派里面不包括利未，所以他们在分地的时候，把整个迦南地抽签分成12份，分给12个支派，并没有分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是属上帝的，所以不分给他们。可是利未人没有分到土地，你看这里21章，却有分到城市，有分城给他们。而且呢，一共分了40个城点给利未人38这边48个，不是40个
48个城，好给利未人，而且不只是那个城，还包括这个城附近的田野郊野。你就想象你看到那电影，看到欧洲的那城堡，那个城堡是城堡归城堡，旁边有护城河，对不对？然后城堡护城河旁边的地就是所谓的农民的地，那个种植啊，供应城里面，所以包括那个城邑城堡旁边的地也是利未人的。它旁边的范围多大？有数据写说是1000种，1000种，差不多500公尺。哎，这是不小的啊，就是说那个是归利未人的。那这个都是好的城市。所以第21章刚刚我们20章讲的是逃城，21章呢就大概列出来，这些利未人他们分到的城是什么？那有哥辖族，其他的葛顺、米拉利，我们看一下第4章有给你们这个图哦，然后因为我们是黑白是看不出那些不同的家族，可是这一点就是所谓利未人分到的这些地方，都是一些好的地方，都是一些好的城邑，富庶的城邑。我们上次有讲到，对不对？我们有说到，以色列人攻耶利哥城的时候很快，对不对？1周内就攻下来嘛，1个礼拜，1天绕1圈，第7天绕7圈。一共绕几圈？一共绕13圈。这个我说过，那些考古学家在那边翻找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不是，这真的就是如圣经的记载的那样的被攻破。因为如果像埃及人在攻打城市，埃及人的攻打的方法就是围城，围城。像耶路撒冷2次被攻破都是围城，围到你弹尽粮绝，吃人已经都发生吃人的事情，因为没有食物了，然后埃及的军队才攻进去。那如果你要这种攻法，一定是几个月，搞不好上1年都有可能。然后，而且埃及呢，一定是趁丰收在种植那个农作物收成之前来围城，什么意思？你收成之前，你那个城邑城堡外面那些郊野的那些农民的粮食还没有收成啊，你就来攻了，那他们就会全部躲进城里面，那等于是那个城堡外面种的粮食就变成埃及军队拿走了，那城里面反而没有粮食。所以这是埃及的他们的战略，他们的战术。那可是他们在看，他们挖到认为是耶利哥城的那个城，里面却有很多瓶瓶罐罐的粮食啊，那些农作物啊，那些麦子啊，他们就会找到很多。他们说很难得在这种被攻破的城池可以找到这些那么多食物，因为一般一定会被要么就是这个被围城被人吃光了，要么就是被攻进城的人搜刮拿走，怎么会留那么多？是因为圣经的记载，他们的规定是他们不能拿任何东西，然后重要的金属、贵重的金属要交给放到那个圣殿会幕，那其他要烧掉，那些是没烧到的，所以他们就保存下来。所以我刚刚说的，这是因为在讲那个利未人的城邑啊，利未人被分到这些城邑，然后是包括外面这个城堡外面的田野郊野是他们的。那你看他们很平均的分配到40几个城，为什么？这个设计也是很好，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耶路撒冷圣殿庙，那时候会幕在哪里？记不记得？会幕就是那个约柜在哪里？在示罗，对不对？它就是一个地方而已。要献祭要到那里献祭。可是呢，如果你的利未人的城
散布在这迦南地12个支派都有利未人的时候，那至少那个宗教的传承，烧香啊，你虽然不能献祭，你至少烧香，对，宗教的传承是散出去的，是等于是渗入到各个支派啊、各个城邑里面，所以他们这样的安排是有道理的，就让利未人啊，他们是分到各个支派的城，那他们就可以渗透他们宗教的力量啊，到民间啊，他们至少不会忘记要祷告，要烧香啊，而且呢，利未人的角色呢，也可以当作是教导律法的律法师啊，他们教导百姓生活上要分辨洁净跟不洁净，甚至于有时候可以成为司法官、判官的身份，为他们解决一些争议。所以等于是这些利未人就是散居在12个支派各地，因为他们被分的城邑就分在那边，然后他们可以成为继续将这个信仰、这个宗教维持住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那基本上21章就告诉你说，我没有把经文弄下来，因为太多了，而且弄下来你就会看到一大堆我们不懂、我们不认识的城。21章全部都在讲说谁抽了什么的利未支派里面的什么族抽到什么，什么族抽到什么，一直到第41节，就交代说共48个，还有他们的田野，这些四围都有郊野，每个城都是这样。那到42节就告诉你利未人到底分到哪些，然后43节到45节又算是一个小小的结论。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要给他们的权利，就已经算是就赐给他们了。上帝已经兑现了他的应许啊，他没有空的应许。那这个包括在创世纪12章、创世纪26章、28章啊一再讲的东西啊，要给亚伯兰的子孙的土地啊，到这里为止，等于是约书亚记到了21章这里，已经成了哈，都已经分出去了。然后这里有写，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的一切，赐给他们全境安宁。他们所有的仇敌没有一个能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所有仇敌都交给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以色列家的话一句没有落空，全部都应验。可是你知道，我说过了，这个只是概念上的，因为实际上还没有。我说过，他们分了12个支派，土地分出去以后，每个支派还是得自己把残余的那些迦南人的力量清除掉。所以等于说是43到第45节这样一个宣告讲的是一个概念。事实上，迦南地还没有全部打下，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遇到的状况就是，如果他们还是坚持去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去持守他们祖先亚伯拉罕跟上帝的约，如果他们有持守得住，那他们终究可以把这个他们被分土地上面的迦南人赶走，然后过着上帝应许他们的生活。可是如果他们没有继续持守那个约，那接下来就像士师记记载的，我说过了，约书亚记的记载的那个氛围跟士师记记载的是大相庭径，刚好是相反。约书亚看起来好像打得很顺利，攻打很顺利，迦南地都打下来了，而且还分了，都分地了，然后剩下的抵抗他们的力量都是很稀微。可是如果你看到士师记，以色列根本就被赶到山上去了，那个平地都是这些迦南人，他们又重新复活，又强壮起来。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能够持守他们跟上帝的约，那他们就可以长久的、安定的居在迦南地，居在迦南地。可是没有，实况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天哪，好快！我们20跟21讲完了呢。20讲的是逃城，21讲的是利未人的分地。那我说过了，逃城都是在利未人的神意里面。你就比对一下，几乎都是利未人辖下。那利未人呢，虽然没有分到土地，可是上帝的恩典让他们可以在各个12个支派里面分到48个城，包括旁边的交易。所以利未人蛮有钱的哦，是吧？如果你照规定，12个支派都还要再奉献给利未支派，每个支派拿出1/10，对。因为会不会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教会的那个牧师有谢礼那种感觉？是啊，教会的牧师的谢礼就是利未人的概念来的。对啊。是利未人的概念来的。你想想看，12支派，我们不要看个人的，我们用支派来讲，12个支派，每个人拿出1/10，那交到利未人手上，利未人比他们还多啊，多一点点，对不对？算起来利未人比他们还多啊。那利未人他们要怎么分配啊？他们不是住在各个支派吗？所以是每个支派，然后他们是不是在一个地方？对，他是分开。对啊。你得跨音整个庞大的祭司系统怎么 work？ 不用担心这个太太，好不好？好。他们一定会很公平，不被占便宜的设计好怎么分的。祭司亚伦的后代祭司得13座城，非亚伦的后代利未人得10座城。所以在第19祭司对祭司的那更高嘛。这个跟香港那时候那些警察他们在分赃的意思一样的，对不对？探长分多少啊？一般的警察分多少？一样。那他们分到的那些城都是已经打下来的吗？没有，就是完全是照刚刚讲这个都概念，还没打下来，可先给你，然后你们自己去打，自己去打。可是利未人不能打吧？还要等那个支派的人打完，他才可能进去。是，对。所以利未人只能帮他们祷告，希望顺利工作。帮他们祷告。祷告还是要打啊。对，你的祷告就赢了。昨天我们昨天录影，这个礼拜天讲的是雅各书的第2章，对，第2章。然后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啦，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死的，对不对？那我不是有给他对句吗？我说祷告没有行动是什么？是假的。所以你看这个对句对的多好，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祷告没有行动是假的。所以不要以为祷告一下就打胜仗，不是这个样子。你的行动是要呼应你的祷告，你的行动是要呼应你的祷告。如果没有，根本也是假的祷告，那是祷告提摸的。然后这个就是20跟21，猪头，我的讲义写错了，20跟21是这样。然后接下来22那边我讲义都写成还是写21，有看到吗？我第5页的讲义还是写错了。帮你加一条。对，帮我加一条就对了。第5页的讲义后面，约书亚21:1到9节，那是22:1到9节，然后22:10到34节，等于是这后面这3章交代一些，等于是攻打迦南以后的一些事情。而这3章20章讲的是逃城，我分好地了嘛，分好地了，要交代一下逃城设立在哪里。那就包括约旦河东岸跟西岸，一共6个逃城。然后呢，21章交代一下利未人分了什么，利未人分到的地。21章整个21章。那第22章呢？打完了，总要让那2个半支派的人回去吧。我刚一开始有讲，
这是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迦得跟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要回去约旦河东岸了。约旦河以东的那一片地，这两个支派半已经在攻打迦南之前已经给他们了，摩西已经给他们，可是他们仍然还是得派他们的勇士、他们的士兵、他们的战士，然后随着他们的同胞过约旦河去约旦河的西边打仗，这才是真的攻下迦南地，那边才是真正的迦南地。那现在打完了，等于说到第19章已经分完。那20章讲的是逃城，21章讲的是利未人分的城。那这样22章，就交代一下说，既然讲打完了，那流便、迦得跟马拿西半支派就可以怎么样回去了？他们当初是放下妻儿，然后这些勇士战士跟随同胞到西岸去打仗。现在打完了，概念上打完，重要的战役打完。接下来就是每个支派自己去处理自己的领地了，分的地了。那这样他们这两个支派的人就回去了。1到9节就是在讲这个，就是22章的1到9节。好，就是说约书亚召进的旅便，就流便、迦得、马拿西半支派人，他们说要了仆人摩西吩咐你们，你们都遵守了哦。因为你们那时候跟摩西要约旦河以东的地，那其他的9个支派是很生气的哦。他们说你干嘛？你们分了地，有了地你们就不顾大局了吗？可是他们说有，我们愿意派我们的战士跟着你们过河，说你们都遵守。那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没有别离你们的弟兄，你们是跟着你们弟兄继续打仗的，所以直到今日，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如今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你们的上帝照他所应许的，使你们的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你们可以回去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以东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只要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力的侍奉他。OK， 所以让他们回乡，可是还要做这些交代，你们一定要守住跟耶和华的约，上帝的话语要守住。于是约书亚就为他们祝福，赐福给他们，打发他们去，他们就自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1到6节，1到6节。然后呢，到第9节再讲一下那个支派你要知道，我刚说过了，真正迦南地指的是约旦河以西那一片才是迦南地。那这样约旦河以东这一片被这两个支派半拿走，事实上你要知道，这个不能怪以色列人，犹太人，我相信各个民族都一样，他们其实是会有一点轻视东边这一地，因为东边这块地并不是所谓的应许之地。那这块地虽然也是自己的同胞，可是中间毕竟隔了一个约旦河，所以他们还是会以约旦河以西为主，这里是上帝所应许的地。那你们好假波，你们把东边那块地拿去你们，所以约旦河以东这块地被称为约旦河以外约旦河外的地，所以基本上是会有一些距离的会有一些冲突。其实犹太人他们的冲突可以分成东西的冲突，就是约旦河东西的冲突。可是其实更大的冲突是南北，就是那两个支派，哪两个支派的冲突？马拿西跟以法莲。马拿西跟以法莲。犹大跟以法。对，犹大跟以法。那我个人相信，最后的诠释权是犹大支派拿走。所以南犹大在圣经的评价都比北以色列好。你去想你看地图找一下示罗好不好？不晓得找不到示罗。找不到。在哪里？我找不到。还没找到。有没有看到示罗在以法莲里面？有没有看到？第4页有没有看到？第4页，示罗有没有看到
在以法莲的领地里面。是比较哪里啊？什么？中间，比较中间，在约旦河的西边。我们看到以法莲3个字，然后看到示罗，有没有？第4页的地图。好，那你这样往南看，你能不能看到？那如果要画南北要怎么画？就是看到耶路撒冷，你们看到？耶路撒冷下面是南犹大，耶路撒冷这边是圣中犹大，犹大支派。你要知道原本约柜是放在哪里？示罗，所以你会知道它的宗教中心本来是在以法莲那边的，虽然也不是北啦，可是也是算是犹大以北的。可是记不记得撒母耳记那个约柜被那个什么？不是哦，有的人跟谁打仗，约柜被拿走了，就被利斯。天哪！怎么办？我现在开始不只是忘记会有的名字，要忘记那个圣经的人名跟圣经的那个城市。好，有的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然后约柜被非利士人怎么样？掳走，对不对？被抢走了。那就一直在非利士那边啊，可是非利士人呢，因为抢人家的约柜，然后就生疮啊，什么什么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事发生，他们只好把约柜丢回去嘛，丢回去犹太人的一个地方呢，一直放在那边。是后来撒母耳记下，大卫王扫罗死了，大卫王继位为王以后，大卫王去把他迎回来，有没有？大概把那约柜从那什么那什么地忘记了，把他迎回来，不是第一次迎回来的时候是放在牛车上面的，然后那个谁去摸，然后因为牛车倒了去摸，乌撒去摸，然后就被约柜大概有通电吧，被电击死掉了，有没有？那大卫王就哇嘞，这个东西也不祥会死了，就不敢再赢了，就把它丢着。然后后来呢，丢着的地方都蒙受上帝的祝福了。然后大卫王说：“好吧，那就运回来。”好，把约柜运下来。耶路撒冷。对，就耶路撒冷。那时候还不叫耶路撒冷这名字，他等于是大卫把约柜是运回耶路撒冷。你要知道，我们这基督徒读的东西都没有政治的概念，我们都没有政治的概念。其实你从政治斗争的概念去思考，就会发现，这个权力的转移是从示罗比较北边的转移去哪里？耶路撒冷。转移去耶路撒冷那个在南边这个很重要。我约柜在哪里？这个是产生绝对性的影响。就是说我约柜在示罗，那全以色列人不管你在东南西北，你要来献祭祭拜，你都要去示罗嘛，对不对？可是你现在约柜跑去耶路撒冷，这瞎孩啊！全以色列人不管你在东南西北的人，要朝觐耶和华，都要去什么？耶路撒冷这等于是一个权力的斗争跟转移啊！所以你看得出来，以法莲输掉了以法莲输掉，就是说。那个作为犹大的支派的大卫，很成功的把这个所谓的宗教的中枢或者说圣地，从示罗正式从示罗转移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后来为什么耶罗波安耶罗波安？罗波安是那个所罗门的子孙，耶罗波安不是啊。耶罗波安把9个支派带到北边成立非以色列的时候，南犹大是占便宜的因为约柜还在哪里？南边。还在耶路撒冷
你现在跟我分北以色列，我不怕你。你北以色列所有的犹太人，还是得乖乖的怎么样？来我耶路撒冷朝见上帝啊！所以这就导致耶罗波安的家族，他们就只好在北以色列自己设很多祭坛嘛，设很多祭坛，好让这些在北边的以色列人，他们不用又跑去南边敬拜上帝。可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渐渐的会被还没有赶走的迦南人的宗教影响到，所以北以色列整个来讲是比较是被迦南人民间宗教影响。南犹大，因为它有耶路撒冷，因为它有比较强大的祭祀系统，所以虽然还是很多不好的王，可是也出了一些愿意遵守律法、遵守上帝话语的人。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个就跟第22章有关系的，这跟第22章有关系。我刚刚说第22章前面1到几节？1到9节，只是很单纯的、客观的告诉你说，这2个支派办怎么样？回去约旦河以东了，对不对？回家嘛，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打多久？如果照之前在讲以勒的那个迦勒的那个岁数来看，至少打7年。可是学者相信更久，就是说攻打迦南约旦河以西这边是打更久，终于可以回家了。22章的1到9节就讲他们回去了。可是呢，第10节开始出了一件事情。他记载说，吕遍人、迦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就像金歪歪。你回去你们约旦河以东你们居然盖了一座什么祭坛？所以他们就不回耶路撒冷了。对，所以他们是怎么样？这时候的约旦河以西的另外9个支派办，听说这边的居然盖了一个祭坛，喜安壮，这边是示罗，这边还没耶路撒冷，这边是示罗。约柜在这里，你要献祭要过来，你现在那边盖一个坛是怎样？造反了造反了，对不对？你们造反了，是不是？所以就生气了，打发10个首领跟非尼哈同去，就是以色列每个支派一个首领，都是一定军中的统领，要打仗了，讲的是军队他们就到了基列地，见吕遍、迦得跟马拿西半支派，就对他们说：“这下就呛虾喽，说什么？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怎么会代表耶和华全会众？没有说，因为每个支派派一个嘛。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因为他们盖了祭坛嘛。你们为自己筑一座坛，悖逆了耶和华，你们犯的是什么罪呢？从前拜比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他把之前拜外邦神像的罪做一个例子。你们今日竟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悖逆耶和华，明日必向以色列，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你要注意听你们所得若嫌不洁净，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造物之地，到我们这里在我们这里得利益，只是不可悖逆耶和华，不可得罪我，在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从前谢拉的曾孙亚干，记不记得是什么事？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有没有？就是亚干他偷藏了，藏多少东西？藏了金条，有没有？金银还有好衣服可是这个都是上帝规定要烧掉的，岂不是在那当灭的物上犯的罪吗？这愤怒就临到以色列全会众，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你要注意听他们的概念。
现在呢，这2个支派一半，他们记了一个坛，西边的以色列人的权势，他们是认为这2个支派的人想干嘛？想背叛耶和华，对不对？是不是啊？可是你注意看他们的观念，你要注意看他们的观念，他们是认为你们这2个支派的人背叛耶和华，那就是你们的事嘛，耶和华一定会怎么样？惩罚你们嘛。可他不是这么想，他说你们这2个支派的人背叛耶和华会害什么？会害什么？会害到我们全部啊！怎么了？蔡老师？没有。因为他举例是举什么？举亚干一个人犯罪，可是是全部以色列人都受遭殃嘛，所以他是用这个概念在讲。这派过来的10个代表，每个支派派一个人代表，派过来是这样跟他们的同胞，就是东边的2个支派的人讲说：你们现在居然敢背叛耶和华，你们知道你们的作为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全部的以色列人，到时候耶和华生气了。发孽怒惩罚的时候，不是只有你们受遭殃，是我们全部的人都受遭殃。有没有听懂他的概念？有没有听懂他们的概念？所以，学者们在思考为什么要特别记载这个事件，更加重他们认为摩西五经乃至于约书亚这些东西是被掳归回以后的作品。为什么？为什么跑出这个结论？为什么被掳归回以后的作品？为什么？因为有很多概念都是之后才有。对，很多概念知道，可是现在这个事件在强调什么？现在这9个支派办的人跑来威胁2个支派办的这个事件，是在强调什么？你们自己盖一个祭坛呢，是什么意思？不管有2种情况，我现在盖一个祭坛，我仍然献祭给上帝。可是你这样是在跟约柜的所在地方在抢，你懂意思吗？就好像君士坦丁堡跟罗马2个在抢什么？谁是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的那个主教在跟罗马的主教在抢谁是最大的主教嘛？那我本来在4楼啊，约柜在这里，你现在东边自己盖一个祭坛，你是不是要跟我怎么样？相提抗礼嘛。可是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是，你盖了一个坛，你不是要拜耶和华，你说后来耶和华给你们西边的去拜，我们东边开始拜的巴力，拜别的。这样也很惨啊，听懂意思吗？你为什么在这个，就是说，分地攻迦南，你在这个事件里面，你要忽然去凸显这个事件，就是说，叙事者就记载这个事情，他们编辑的人，他们想要抓什么重点？所以为什么学者认为说这个东西是属于被掳归回之后的作品？因为他离开上帝这个中心了，所以他们被掳过，所以。对，这些人是被掳归回的，他们其实不像他们的祖先那么在意耶路撒冷，作为一个宗教中心，所以他们现在用这个事件在告诉你，你想在约旦河以东自己盖一个祭坛，打死你！我告诉你，10个支派是想来打仗的，他们是来威胁的。他说：你们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我们会攻打你。可是后面他们不是有解释他们为什么要盖吗？对，所以21节就是吕遍人、迦得人跟马拿西半城人就回答了，是很有智慧的。我跟你讲啊，不管他原本盖的是什么意思啊，至少他的解释是合理的。你搞不好是我真的想盖一个，想要跟你们分庭抗礼，或者搞不好我想盖一个去拜拜什么？拜菲利啊，拜巴利啊，其他的神。就你现在，哇，来兴师问罪了，我赶快搪塞一个理由。这是我比较坏的心眼做的解释，可至少他的解释合理嘛。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先看他的解释。吕便、迦得、马拉西半这人就回答以色列的统领说：“大能者耶和华，大能者耶和华，他知道啊，以色列人你也应该知道啊。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然后后面有一个括号表示不是全部的抄本都有写到。啊，愿你今日不要保佑我。我们为自己足坛，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或是要将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盖这个坛是要自己献祭，请耶和华讨我们的罪。啊，我们行这个事，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是故意的啦，我们是害怕，我们是恐怕以后呢，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东边的以色列人，你们跟耶和华没有关系啦，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这些西边的犹太人，就9个支派人，跟你们吕便、迦得的人的交界，会跟包括马来西半支派，你们跟耶和华无份的。我跟你说，你知道这一些语汇事实上是在呈现实况。就这一些2个支派的人，他说：“我们是故意盖这个祭坛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害怕以后你们的子孙跟我们的子孙说我们是不属于，因为我们的地方不是放在我们住的地方不属于耶和华所应许的迦南地嘛，那你们就意思会看清我们，会跟我们切割。你以为这是讲 demo 的，这叫做实况，你要知道吗？这就是实况才会写下来。虽然写在这里好像是预言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可是这个一定是后来是这个样子才写成这个样子的。工情色外艺术，我们讲清楚我的意思。因为这个东西的解释太突兀了。我先盖一个坛，是为了怕以后你们误会我，谁会做这种事情啊？我们讲清楚。因为你有说从他们东边跟西边的冲突，就是比西边是比较重要的嘛，然后东边原本不是应许，对，东边原本不是应许之地，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得历史年日以后的演进才会产生的，这种现象怎么可能你们现在就猜得出来？这是后来的做。你讲会意思吗？我们现在才刚分的地耶，我们还志气满满的。你看我们这些人，我们抛下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跑去陪你们去打仗了。然后现在已经打赢了，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了，我就已经开始在担心说，以后你们的子孙会看不起我们的子孙，打个派底啊！你听懂我意思吗？就说你这样看起来解释是合理的，事实上不合理呀。事实上这个东西一定是我说过的，被掳归回以后的人，他在诠释一些事情，然后做出一些教导。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在哪里都可以盖祭坛，因为耶和华只在哪里？耶路撒冷，只在耶路撒冷。你们自己盖祭坛，你们不管拜的是耶和华还是其他的神明，你们都是悖逆耶和华。他等于说在做这个提醒，让他们的以后的子孙可以知道说他们的祖先这么看重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东西都是被掳归回以后集结成册写出来的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才刚打胜仗回家乡，你们就开始在担心说以后的子孙，你们的子孙会看不起我们的子孙，你打个不派你呀！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说约旦河以东的人不会看清自己，不会觉得自己比较差。虽然所谓的应许之地是约旦河以西，可是明明是摩西给我们的地呀，是吧？而且也祝福我们啊。而且就照你来讲，桃城我们这边也有3个，你们那边也有3个，然后利未人分的地也有在我们这边的，我们这边不会比你们不重要。可是你怎么又忽然莫名其妙的？地看24节，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会对我们的子孙说哒，你是哪一个脑筋去想到这个？所以可以说，就是这里面有很多是后来的实况。对，后来的实况，然后他写在那里。就是写回去在那个时代，所以这个都是很惋惜的编辑写回去的，
写是有他的目的的，是教导这一些以色列的后代，你们要把上帝的话、耶和华的应许当做一回事。你要知道，你们之前的祖先就是没有当做一回事，所以很惨。那现在我让你知道这些事情，这些历史事件，让你知道共产党是可恶的，他的话是不能相信的。你怎么还想要跟他和平相处？哎，奇怪，他怎么讲这个句？好，回来哦，就说这个东西呢是后面的人编辑出来的，它很合理的放在这个文本里面，并不会唐突。可是让你去想是不合理的。好，你看24节讲的，你们子孙会跟我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有什么关联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些吕遍人、迦得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份。你知道这个要很大的想象力才想得出来，你要知道吗？这个得要很大的想象力才想得出来。你要知道这个地形的分割哦，就是约旦河以东，你想想看哦，所有的敌人，迦南地的敌人是从哪边来？你一路看下去嘛，所有敌人是从哪边来？从西边是海，好不好？爱琴海。菲利士在地中海。是哦，你说菲利士在西边。后来以色列敌人都从东边来嘛。哦，所以约旦河基本上是可以当作是一个屏障，跟台湾海峡一样。约旦河，每一次在外敌的入侵下，其实约旦河以东都是先被干掉的，都是很快就先被吃掉。这个是后来，你要听懂意思吗，弟兄姐妹？这是后来的实况，你怎么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先讲出来了？你们的子孙会看清我们这边的子孙，这是我的诠释哈，你们就放在心里。我们在读这种所谓神圣文字的时候，不会把那个政治斗争放进去。可是你要知道，你只要有权力、有资源，不可能没有政治斗争的啦。所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我跟其他牧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讲大卫王不一样的地方，我都是用权力斗争在看大卫王的。可是其他牧师都是用什么？神圣的文字，用政治正确，用属灵的眼光在看大卫王，对不对？所以大卫王就变成哇，那个头会发光啊什么的。可是我在我的评估之下，大卫王是最坏的一个王啊！我也觉得。你也觉得啊？你被我洗脑了。大卫王是最坏的王啊！可是或是这两件事不冲突。不冲突哦。我的意思是因为其实一个那这样子换另外一个角度讲，其实如果从政治来讲，那西边河西的以色列百姓应该要感谢河东的以色列，因为他们都先帮你挡第一个。他们挡第一个，他们在那个护国神山的右边，就好像我们现在看，每次台风来都先把花莲、台东、宜兰先吹得乱七八糟，对。那我们这边台西的就嘿放台风假。你这样讲。我们才没感谢嘞，我跟你讲。当然回来，我这样会换另外一个，我想要问另外一个角度来问问看。就是牧师应该再多说一点，因为就像我上次问说，好，那其实就算是大卫王是最坏的人，那但是针对上帝的选择，那就算是犹大支派，他们硬要诠释说君王是由犹大而出，那所以就算不是犹大自己要这样处理的话，其实就算祭坛还是放在示罗的话，其实上帝还是会惩治一切。就是如果照牧师一贯以来的教导，其实本来就是会这样呈现。是吧？是啦。所以你知道上帝的计划透过我们的顺服跟不顺服成就了。不管我们顺服跟不顺服，上帝都是可以透过我们成就的。所以，上帝都会成就的话，那所以是好人跟坏人的差别，牧师现在就说，是好人坏人差别是你自己料体呀。就是说你本来可以参与上帝的事工的，你选择作为那个逆势的，
那你就自己料理啊，因为你自己选择作为逆世的，上帝就让另外的人来参与他的事工，那些就砍掉。那我也可以做逆世的那个。什么？那我也会变成当做上帝计划里面逆世的那个人吗？你哦，你干嘛去做这个？然后只是疑问而已。你自己可以做决定的啊。好。好。哦。可是我们如果从后面来看，你不管你选择敌对上帝的，还是顺从上帝的，上帝计划还是这样走啊。没有人可以阻挡，因为时间在他那里，对不对？你以为哇，好像耽误了，但实际我们用有限的角度在看，好像耽误了。时间、空间都在上帝那里啊，哪有所谓的耽误不耽误？所以你们现在我们这些神经基督徒，每次那边抢救灵魂，有没有很忧伤？哎呦，好担心哦，抢救灵魂哦，不抢救就不抢就会多死很多灵魂哦。你在担心什么？这些东西都不在你的手上，在上帝那里。我刚刚说了，因为我们在读这种神圣的属灵的文字，我们会忽略去思考这里面其实是很多的政治的斗争的。因为你只要有权力、有资源的抢夺或是掌握、应用，那些权力的斗争就在里面。像那个我看大部分的人在讲那个大卫王，不是跳舞进耶路撒冷吗？带着约柜，然后跳舞跳到内裤都掉下来了吗？因为没有穿内裤啊，然后被他的太太怎么讲？扫罗王的女儿怎么讲？米甲指责嘛，对不对？说你作为人君，你这么做丢脸的事情，大卫就回应说，没有啊，大家都尊崇我啊。然后大部分人的解释在这里都是认为，大卫王好像是那种赤子之心，然后敬拜上帝，跳舞跳到内裤都不见了，还是一样啊。他根本就是在政治操作嘛。他把约柜带到那个耶路撒冷，从此这里就是什么？政治、宗教、军事的重心了，就确立了。人家米甲已经被嫁去给别的老公了，过幸福生活的生活。他跟约尼尔强迫你这个北国的元帅，他比约押还强，你来当我给你当元帅，可是你负责要把米甲给我带回来。人家已经就改嫁了，扫罗的女儿已经改嫁过幸福的日子，他硬要把他说，我太太我要娶回来，然后他那个先生呢，就跟着车子旁边一边哭。这圣经很少写到那么痴情又无奈的先生，因为太太被抢走了，在旁边哭，流泪一直哭。好，米甲被带回来了，在大卫的妻儿，大卫冷冻他，就从那个跳舞的那一天开始，圣经说大卫就没有再跟他同房，没有再见他。你把这个抢回来干嘛？因为她是扫罗王的女儿，她代表一个皇室的权力的传承。所以她有娶过米甲哦。有啊，一开始扫罗王不是说吗？谁能够杀掉什么？可是杀掉那个谁？那个歌利亚，我把女儿怎么样？嫁给他。你去看那段经文，大卫到处去确认这个事情，是不是杀掉歌利亚就可以怎么样？圣经记载好几次。是大卫，可是我记得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叙事，就是他一点都不爱米甲。可是圣经的叙事，米甲很爱大卫。对啊。为了要帮助大卫逃跑，他欺骗自己的哥哥跟爸爸，然后大卫就在他的保护之下脱逃成功。可是米甲也因为这样就被改嫁到给别人。
然后又回来哦。大卫把他就抢回来，不是抢回来当老婆，是抢回来当做继承那个王位传承的一个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扫罗的女儿嘛，皇室。你如果从这个政治斗争角度去看大卫，就可以看这个人是老手啊，这个人是诡诈的，你说他是什么？没事。渣男嘛，渣王哦。大卫为了逃脱扫罗的追击，他投奔非利士人呢。你投奔敌军的意思就是说，就像你现在台湾人跑去中国，知道吗？还加入共产党解放军呢。你加入解放军去杀西藏人，去杀那个新疆人，然后回来又当台湾的王。大卫就这样子你要知道大卫看起来是这样子的人所以上帝是不是在解构我们的认知的框架？没有啊，对，上帝在解构我们说，这么坏的人，上帝都说他是合神心意的。对，你要讨厌解放军，如果哪一天他作为台湾的王，不要讲这个。上帝都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弟兄姐妹，不然你是多坏？你有这么坏吗？是给我们大家信心这样。对，是给我们信心这么坏的人，都可以成为上帝合神心意的人，你根本就不可以妄自菲薄，你知道吗？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样的悲惨，或是你觉得非常悲哀的处境，好像已经离开上帝多远多远多远，你都不可以妄自菲薄啊！你都要像大卫那么无耻啊，那么厚脸。你要求上帝原谅你，你要能够回归到上帝。就是有一些人太过，你看这些人都太过，你想一个词，这些人太过什么？哪些人？属灵。你说扫罗啊，你说卖耶稣的犹大啊，这些人太过。那个脑袋卡住了，你只要认错就好了，你只要改就好啊。这些人就是梗在那里，拖不下去，你知道吗？然后那个脸拉不下来啊。你看扫罗，他宁愿去问那个占卜的妇人，他也不要回到上帝面前啊。你说犹大，他跑去自杀，你是神经病吗？可是我觉得那其实还蛮真实的，因为我觉得跟人的那个整个性格跟心理有关。我就是说嘛，所以大卫为什么大卫的叙事要留下来，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扯不下脸的吗？说我不要了，我不玩了，我去死都没关系，我下地狱也没关系，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大卫才不会，大卫说啊没有关系，我只要我不下地狱什么都好。可是大卫就得到机会啦，彼得就重新被重用啦，不然他3次不认主我们大概1、2次不认主，我们就直接全部都离开了吧，对不对？我们回不来了，我们会觉得受不了了，我不要了，可不可以重来？我玩别的。可是你想想看，如果我是彼得，我的事情就写在圣经全世界的人一代一代的看下去我可不可以选择不要？我不要玩了，不，跟你们圣经没关系。可是很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读到这个，我们就直接把大卫当作是一个很好的人，那么太可惜了。他得是很坏，他多坏？他坏到自己已经无能了，已经没办法当男人了。他每天睡觉还要抱一个处女到死这个后来还引起家族的战争。我不想讲清楚
就是说这其实里面有太多的，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被一个观念蒙蔽，我们基督徒被那个政教分离这个概念就当作是真理，对不对？政教要怎么样？真理，这个是16世纪的东西耶，因为16世纪之前是什么？政教合一。是政教合一啊，是教宗管皇帝，国王管皇帝啊，两边在那边倾轧，然后抢来抢去，搞得一塌糊涂，对不对？所以宗教改革以后就强调，政教分离。可政教分离并不是圣经的概念呢，因为犹太人是什么？政教合一。犹太人是什么？犹太人是全部混在一起啊，他们的生活、政治、军事、宗教，全部是在一起的，不是吗？所以你不要跟我讲说什么圣经是政教分离，那好的太低了。你如果看到以色列人，他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是信仰宗教跟所有的是直接连成一气的，他们跟现在的 ISIS 一样，就是可兰经就是他们的什么法律啊？犹太人就是这样，不是吗？你不守安息日，把你拖出来用石头怎么样？打死啊！那这个就是宗教信仰是贯穿生活全部，哪有什么宗教政教分离？所以我们在看他们的叙事的时候，我们看不出那个政治斗争在里面。可是这个东西根本就是全部合在一起的，你知道吗？是全部混在一起的。那我们每次在看圣经，就主动把它切割出去，人性的这些都切掉，然后看到都是表象。这个王是好王，这个是都有软弱了，都是在里面起起伏伏，都在里面挣扎，都在里面我都要懂来真歪歪。所以呢，经过解释，居然就笨笨的相信了。所以30节，祭司菲尼哈与会众领袖，就是与他们同以色列的统领，听见吕便、迦得、马拿西人所说的话，都以为美你个大头鬼美。然后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他们就说了。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这个罪。现在你们救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什么意思？我们本来是要跟你们打仗的，可是你们的解释救我们脱离耶和华的手因为如果我们为了这样来攻打你们，我们等于就误杀了。那这样上帝一定还是会惩罚我们。这样你们的解释就帮助我们不会陷入这个陷阱，然后就可以脱离耶和华的手。然后他们就离开这3个支派班，从基列这3个班的支派，从基列地回到迦南地，到了以色列人那里，便将这个事汇报给大家。以色列以为这事很美，认为以这事为美，就称上帝，就不再去讲说要上去攻打吕便、迦得，毁坏他们的住所。所以后来吕便人、迦得人就给这个坛取一个名字，叫做证坛，见证的意思，witness 的意思这个等于是免去了第一次的内战，就记载在约书亚里面。你看打外人还没打完，打不够，自己要先打起来，这非常符合人性，对不对？跟台湾一样，对不对？现在已经自己打得迷迷茫茫，可是以色列还是有内战。这是约书亚，对不对？下一卷书是什么？士师记。士师记就是一路都乱七八糟乱到最后，记载了一件事，就是内战。哪一个支派差点被打死光？有没有印象？以色列第一个内战，哪一个支派差点被其他支派合起来打光光？便雅悯。你知道便雅悯多强？一个支派，其他的支派合起来打他打不过，是后来才打赢的。好，便雅悯来
考试 ，ben 变阳明那个 ben 什么意思 ？ben 科市长，科市长。我知道变阳明是什么，右手之子。右手什么？右手之子。右手之子啊，所以 ben 是什么？哦，啊，你都已经讲了，子啊，儿子啦。所以是什么拔是拔的本拔，那个拔。那个希伯来文的 ben 是儿子的意思，可是亚兰文写成希腊文的那个儿子是 bar， 是我们就当成巴，有没有？巴拿巴、巴拉巴、巴番巴迪买、巴那个巴的什么什么之子，可是，在希伯来文是另外一个音是 ben， ben， 所以翻成变雅米，变什么什么，变以利，变以利，所以变上面。阿拉伯文不是 bar， 也不是变，是什么？都没在看新闻吗？阿拉伯文有一个什么拉登，宾拉登，那个宾也是儿子的意思，宾拉登。宾拉登听说是什么熊之子，忘记了他，所以他也是什么什么之子，宾那是阿拉伯。这个 ben， 他是右手之子，便雅悯是右手之子。你看那个雅各多看重这个儿子，取他的名字是右手之子。因为便雅悯也是谁生的？拉结。双眼皮的拉结生的。不过现在听说单眼皮比较红其实你自己也全是。是男生。男生比较好。你去看4世纪就会就是写，你知道这个文学真的细节很重要。4世纪那时候他在写说，便雅悯那个支派很强，有400个勇士善用左手。他在写什么？这是故意的铺陈。便雅悯是右手之子，你却善用什么？左手。但你讲伤兵乱，你知道不？但你讲有代志出问题啦，你右手之子怎么使左手？他们最后是被打败的。对，几乎杀光嘛。便雅悯就是杀光嘛，然后他的一些勇士脱逃，然后以色列那个时候才忽然恍然大悟说：我们差点把我们一个支派怎么样灭掉了，所以去抢人家的女人，抢别人的女人，送给这些脱逃的便雅悯，好让这个支派又繁衍下去。以色列这野蛮的民族，有没有？荒谬的民族。什么？荒谬的民族。荒谬的民族，抢人家的在跳舞的女儿，然后又送给便雅悯，然后帮助他们的一个支派可以继续延续下去，然后讲的好像很神圣，讲的很棒的样子，根本是猪头嘛。不过猪头居然是上帝拣选的，你看多好！你有没有忽然觉得很有信心，觉得很有盼望？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一定程度的猪头，所以才会我们是有一定程度的猪，才会当基督徒，我跟你保证，才会被拣选，一定是有不少的那个元素。被拣选的猪头。对。所以上帝是拣选我们这些猪头，让他的彰显他的能力跟智慧。你有料料？猪头长所以我们是小猪头在这边。我们搞不好是大猪头，我告诉你。小猪头跟大猪头的差别在哪里？大猪头坐在讲台上。大猪头在讲台上。你只要掌握越多的权力跟资源，你就会变成大猪头。什么？我突然觉得你让我蛮有既视感。我吗？我有什么？所以基本上，这就是人性。我们可能在某一个元素上都是差不多一样坏，一样猪头。那为什么有些人表现得更特别猪头？那真的是他掌握了更多的，他可以发挥的空间，他的猪头的元素就发挥得更明显。是我想
想问，以色列人是在什么时候被掳到？我说在圣经的经卷里面，他们是在哪一个时代被什么？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就是主前。我是说，这大概是在圣经的，说在圣经的哪一个经卷？因为还是他们被掳的时候就是没有的。没有，就记载在列王记啊。是列王。列王记下。因为我没看。就是记载到北以色列国灭，然后南犹大灭嘛，列王记嘛。这才叫列王。哎。所以你列王记上下以后才历代志上下。这个是我们基督教排法，历代志在犹太教里面，历代志是放在后面去。列王记上下，接下来才会有那个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那个时候已经讲归回了，那是被掳归回了。然后才会去讲到后面才会有那个什么，你说那个什么约诗经、真传雅这些诗歌那些著作在里面，然后那个先知书放在后面。可是先知书你要把它连接到列王记下，先知书的那一些先知都是在列王记下的时候，就是北以色列跟南犹大灭的时候的先知书都是出在那里。12小先知或大小先知都一样，都是在那个时代。所以在犹太人眼光里面，但以理书才不是先知书嘞。但以理怎么会是先知书？听懂意思吗？但以理是在也是啦，他是波斯那个时候，他已经灭掉了。那这些先知都是在亡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先知。那个希伯来圣经，就是说旧约就犹太人的圣经的排法跟我们现在的排法不一样。它很清楚分成3部分，就是律法、先知跟著作。律法就是摩西五经，先知书就麻烦了，它居然从约书亚记开始就是先知书了。就是约书亚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这个都属于犹太人的先知书。可是历代志上下就没有拿开了，就是说约书亚记、撒母耳记上下，还有士师记、约书亚记、士师记、列王记、撒母耳记这些，然后就直接跳去我们所谓的大先知，就是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可是耶利米哀歌不是先知书，我们基督教把耶利米哀歌放在先知书，可是没有。耶利米哀歌在犹太人讲不是先知书，那是诗歌那些，那不是先知书。但以理他们也不是放成先知书，然后这刚刚那几个大先知再加后面12小先知，就是犹太人的先知书，然后其他的犹太人视为著作，所以他们的旧约圣经的3大部分。那基督教旧约的圣经不是这样排的，是排成摩西五经，然后排成历史，用历史的观念去看那个撒母耳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这样一路认为那是历史。然后中间有诗歌，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那圣经排序里面，约书亚记也还是先知书。是啊，在犹太人的传统，约书亚记是先知书第一卷。所以基督徒，尤其是那时候18世纪的德国的学者，他们认为说不是摩西五经，是6经，因为他把约书亚当作跟摩西五经是同一个那个的。他们有他们的观点，可是犹太人绝对不会把它看成6经，因为犹太人很清楚认为摩西五经叫妥拉，它是一个完整的自成一格的，称为律法。那约书亚记是属于先知书的，他们犹太人才不会乱掉，他不会管。可是是基督徒嘛，基督徒研究的东西又不是自己的东西，基督徒把它当作历史书，可是然后又因为他们的编辑的方式，他认为约书亚记是跟摩西五经是原本是在一起。你知道这种情况就好像是现在有一群美国人在研究我们的，不是研究我们，
研究古代中国的古书，然后做出他们自己的分类。然后你是在这个文化的，你就觉得说，那好了，欧北下，听懂意思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教的传统还是得去看看犹太人他们的诠释，因为他们在诠释他们自己的东西。可是讲到这里就要提醒你了，弟兄姐妹，现在台湾很多教会传承美国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教派，开始在主张说基督徒我们要学以色列人，我们要学犹太人，我们要过他们的节期，要吃他们的食物，犹太人过什么祝棚节，我们也要过祝棚节，祝你个大头鬼啊！你怎么会跑去认为？而且他们的理由是说，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做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你忘了你也是上帝的选民哦，气死我！他们会用那个硬牵扯血缘的连结来当做自己也是上帝的选民。这样子啊，跟犹太人的血缘有关。我们不需要那个血缘嘛，耶稣基督早就打破了。所以我就说，犹太人是上帝国百姓 1.0， 我们是什么 2.0， 不是透过血缘，这是上帝的拣选。那耶稣雅记剩2章23、24，等于就做结尾。所以，请问约书亚记接下来查什么？各位弟兄姐妹，士师记。不是啦，我们要查跳到新约啦，要查士师记。士师记也是还是很辛苦哦。是。我们先跳新约，再跳回来旧约了。新约要查什么？快点，有没有意见？补充一下，刚刚的北国应该算是从北国灭亡之前722，然后南国586开始。对，北国是722嘛，南国是586。然后，对耶稣那个时代的来讲，整整400年都没有再出过任何声音，上帝都极尽的上帝。所以施洗约翰的出现是很重要的。施洗约翰大声一喊，哇，他是一个不得了的先知啊！这么多年以后没有再出声音了，所以耶稣很推崇施洗约翰。先知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可在上帝国里面他却最小，为什么？因为这已经一个新的概念出来了，新的概念。有人说下次也想查士师记，就是说从新约跳回来以后想查士师记是？对，可以呀。虽然Thank God's Friday Night 的查经班查过士师记，可是我相信那是9年前，10年了哦。那时候当成了。你那时候当成了。哇！所以可以啊，我们重新查一次，我会重新写一篇讲义，会不一样，好吗？因为那时候10年前的我也是认为要传福音的，现在我已经认为不要传福音了。我在看士师记一定有不同的看法，我会写出不一样的讲义。不过先讲新约啦。有人说彼得前后书。新约查哪一卷？彼得前后书加查腓利门，然后查完一次以后，跳过来就，你们这样是偷吃不？什么？彼得前后书对不对？彼得前后我们查过吗？他说师大。你说什么？师大，在这里师大跟周五的师大的经文。哦，你说彼得前后书在师大查的，那倒是可以。彼得前后书。有人说罗马书有查过吗？罗马书跟 Touch Friday 的话也是很早之前的。还是要哪个？罗马书我们有查过。好像有哎。知名之君不在，很讨厌。有哎，你有查过啦？哦，有哈，罗马书有。我们看看你有查过的，先看没有查过。问咨询。那你就赶快问啊！现在问了。哎呀，
他不一定在线上吧？这些都你呼喊他一下，叫他私讯我们哪里还没私讯，我们有人拿新约哪里没有查？我们启示录查了，启示录查了，查过了，要查也是可以的。马可福音呢？马可查过了吧？多久以前？这个已经很久。马可，其实马可是非常精彩。马可、约翰、路加、马太，对啊，这就乱掉了。使徒行传有，罗马跟一个前书有，跟后书也有查。约翰1、2、3都。加拉太。加拉太查2次。加拉太查2次，真的是很好笑。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铁上罗家查过了吗？不知道，因为我不说。铁上罗家前后有吗？铁上罗家前后书算是保罗的书信里面的早期的，早期的。有不同的讲法，最早的一本可能是加拉太，那如果不是加拉太的话，那铁上罗家前后书就算是保罗最早的书信。那有可能加拉太比铁上罗家前后的早，所以铁上罗家没查过吗？那时候铁上罗家前后书，那彼得的前后书，彼得前后书。彼得前后书当然比铁上罗家前后书好查多了。还有一个礼拜可以写。铁上罗家里面有末世的观念比较讨厌，你知道吗？我说还有一个礼拜可以写。还有一个礼拜你也不能那么晚跟我讲，我隔一天我要准备。铁萨摩尼迦感觉不错啊，你说是他早期的。因为既然没有要查四福音，我们现在不是放在那种四福音的东西，我们现在是查保罗书信的话，那如果从他比较早的话，感觉像我们这种刚来的人会比较清楚，不然会刚来的人。对。你什么时候刚来的？我看哦，铁上加前后加起来应该只有铁后很短，总共5章。总共8章，5加3。铁前是5章而已，对不对？铁后3章嘛，那一共8章。比前后更短，彼得前书才一样，一样，这两个都是8章。比前后跟铁前后都是8章。后决定一下，下一次决定，彼得前后书还是铁上罗家前后书？想一想哈。里面的这些都没有人在上面吗？真是的。有，刚才就是彼得前后书。有人说彼得。然后下字4世纪。下字都讲好了，4世纪都讲好了。4世纪真的是很有得查，真的是4世纪真的很有得查。我要重写，我会重写讲义。资讯。资讯。他一定会手都查过。他竟然就用 Instagram， 傻眼。怎样？我看一下，他用 Instagram。马太，他说要查马太耶。其实马太也不错。他这样讲就可能真的马太我们没有查过，因为我们觉得太普遍了嘛。没有，我觉得四福音还蛮不普遍的。因为四福音我们常讲到四福音。我们现在雅福在讲路加呢，所以几乎所有都会谈过。你要不要路加再讲一次？我都忘记了。路加再讲一次，他都叛逆嘞。我觉得马太马可不错。马太马可。我说如果要选四福音书里面的话，我觉得马太马可会比路加约翰优先。为什么？有限的你。优先。优先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像是约翰福音，它的主要在讲的可能是它有它的，就它的目的跟目标可能比较跟马太马可不一样。例如说它是要显示耶稣的神性，可是在那个马太里面可能就会看到很多跟那个
犹太传统对比，然后在马可里面可能就是我觉得可以看一下耶稣这个人他在干嘛那种感觉，我觉得不太一样。马太跟约翰差很多了。那个什么？知名两姐妹说马可查过了，马可查过了。然后马太还没。可走了，都还没讲到话呢。对啊。继续来哦。啊，怎么样？听不到吗？所以要查马太是吗？希望查马太，马太可很长，马太28章哎，是不是？马太有几章？我来看马太几章？马太是28章吗？回到4世纪。哦，对啊，马太28章哎。回到4世纪的时候，大家都忘记约书亚记在讲什么。对呀、人都不一样。马太查回来，4世纪就不见了。不一样，所以我们确定要查马太，是吧？应该说，其实他们很开心哎。谁很开心？他们听到查马太是蛮开心的。真的、哦？你说？对啊，他们都跟你7年了。都没有查过马太。对。阿妹。我应该开扩音的才对。既然我们最元老的说了，他们有个梦想，你要帮他们圆梦吗？他们想要在你进关台前可以查完圣经一轮。靠右边。我的梦想就是我进棺材的时候，我有6块肌。那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吗？练出6块肌再进棺材啊？这种我会化妆，可以把它化成6块。那个我想要是我跟你读完1轮的时候，你再进棺材，那时候才可以。笑。好了，那就这样子，我们就马太比前后解前后，好不好？这3个大家想一想，我们下礼拜决定哦。那今天有没有问题？今天20、21、22，接下来23、24就真的结尾了哈。约书亚要讲出让他以色列痛哭的感性的话，希望今天的大家有帮助了。先是逃城，再来利未人的诚意分的地方，再来就是差一点的内战。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4世纪跟约书亚记是哪一个比较早成熟啊？哪一个比较早成熟哦？这我真正没有把握。会不会有可能约书亚还比较早啊？那就是我在说比较晚。对啊，有可能啊。他在时序上，约书亚的事情当然是比较早，4世纪的事情比较晚。可是到底成书谁比较早还不见得。不见，这个是不一定的。这东西被写出来都有它的目的，有它的目的。所以那些很多城市，那些一堆城市的名写出来也是有目的。大家就是看年轻人想要查什么。什么？我们是，对呀。他说查彼得前书也可以。王丽娜，反正我们现在彼得前后解杀前后跟那个马太。年轻人想要查什么？年轻人 OK 的。谢谢。王毅，我们下礼拜决定，好。这样行吗？好礼拜来决定。辛苦了。辛苦了，没有，大家辛苦了，在这个中国肺炎的威胁下，大家辛苦啊。大家记得去打第2针嘛。没有水。好。我是哪时候打第2剂？我也不晓得我的那个第一针的卡没写。要自己去预约。要自己去问的。他每次我一上网一问，他就说现在不是那个什么时间，他都下班。哦。可能要白天问，我每次都晚上问，一按他就说现在不是营业，不是说什么。看诊时间。不能预约。今天是93军人节呢。关我们什么事情啊？等一下，你跟我讲这干嘛？
93军人节，呵，没有问题哦。然后来彼得哦，好，我们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持守你的话语，坚守跟你的约定，他们用他们的生活，整个的群体的生活去活出这个见证。可是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选民，他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离开你，什么样的情况下拜我？阿爸父神，这些东西也都在提醒我们，作为我们的警戒。我们这一些上帝国百姓2.0，我们也面临着一样的困境，一样的引诱，然后一样需要自己来做出决定，用我们的生活生命来见证。阿爸，我们也都会跌倒软弱，求你怜悯，然后不弃绝我们，继续使用我们，赏赐给我们有强健的体魄，心存良善。尤其在这样的病毒威胁的下面，这样子的情境，让我们的生活混乱的情况下，阿爸父神，我们更需要来自你稳定的力量，来自天上的平安支持，然后弟兄姐妹的扶持，我们需要求你预备，你保守我们个人回家的脚步，谢谢。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这个是苏涵，戴口罩都看不出来哦。刚刚是新宇，最后进来谁我不讲。新宇有来哦。新宇有来啊，坐苏涵旁边那个。